讲一嘴思念的茶，绘一片故乡的画，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时间敢要飞，溪水慢慢啊流，水中的可能花看看走，明日思念紫色的花草。南风豆豆啊吹，行道的叫咱芳，韵韵啊飞，爱伊的纯情。为伊痴迷，金风汹汹来扫，山顶的饭仔叶直直流，背虎烧着雨雨嗷嗷，冷风阵阵咧透，岭顶的梅花影影吼，碰袂着着雨风抬走。天公伯啊，时间敢要卖？停一下啊，爱偌济？今仔日咱故乡生活台语诗的第一集，分享的是韩文老师带来的作品《时间敢要卖》。现在来继续邀请韩文老师来为大家讲解。这首诗咧，甲咱讲的就是讲花水看花，花流去嘛，形容讲时间咧走真紧。咱这首诗，互咱足侪启示。比如讲，咱念了，咱感觉。咱会一点想思咱去看花，和咱去看花的人，敢也有伫咱的身躯边呢？凡事无一定所以咱毋若对花的想思，嘛有对人的想思，当然嘛是有一点怀念迄看花的情景，嘛有一点毋甘对人的毋甘，对花毋甘，对人和人中间这份情的毋甘。咱这首诗有用到四个词，是拢同款的意思。比如讲，咱第一段溪水慢慢啊流，阁有一个可能花看看走。第二段南风豆豆啊吹，玉兰芳韵韵啊飞。这有四个词的意思拢同款，慢慢啊看看豆豆啊，韵韵啊，这四个词其实拢同款意思，就是慢慢的意思。咱是安怎要甲伊用做无同款的词？同一首诗内底，咱若互伊变化一下，安尼这首诗会较水其实因的意思拢同款，拢是一个慢慢啊同款这个意思。再来，咱这首诗内底第三段，袂腐蚀着雨雨嗷嗷。咱这个嗷第一字的嗷是动词，这个嗷要怎写？是
水二平，加一个区域，东区、西区这个区，所以有水，加一个区，叫做凹，嘛叫做凹。凹是啥物呢？就是讲，咱一项物件浸伫咧水诶，浸好久，浸较久，安尼叫做凹。比如讲，咱阿嬷还是咱妈妈，拢咧洗衫诶时讲，哇，这领衫目甲乌酥酥，足歹洗。伊用杀蚊水甲凹一困啊，安尼较好洗。所以这凹就是浸伫咧水底浸较久，叫做凹。第二字叫做拗，伊爱念拗，伊毋是动词咯，伊是形容词。物件拗去啊，咱就讲咱的果子啦，咱的菜色啦，放伤久，就烂去、拗去，无鲜、无新鲜，安尼讲拗去。这首诗的第一段有咱写到可能啊花，接落来咱邀请花草植物的专家涂妙仪小姐来简单介绍可能啊的特色。讲到可能啊，就讲到伊的迄个俗语，就是讲可能啊，乌心四过年，可能啊，乌心四过年。因为可能啊，伊的特性就是讲，伊春天开花，紫色的花足细蕊的。你若驶高速公路，台南若要往北平，嘉义一带应该拢有看到迄个紫色，一直到桃园拢看得到。伊种足侪可能啊，可能啊，伊迄种紫色吼，非常的轻的紫色。这个俗语就是讲，伊春天开紫色的花，但是伊到过年的时阵，伊的叶会落了，因为冬天的时阵，伊要去阻挡这个真寒的迄个季节。所以伊就爱保持伊的水分，所以伊就只好甲迄个叶拢落了，伊才会当生存就对。剩迄个伊的果实，伊果实就是刺芽芽，有刺安尼吼。所以讲伊会落落来吼，你若去困伫迄个可能树骹，当然伊会刺着你的皮肤嘛吼。即个臭头红毛菌，伊就是伫迄个可能树骹咧困，即个可能的籽落落来，吸着伊的臭头，所以伊就咒詛讲。可能啊，乌心死过年啊！伊咧甲伊咒詛讲，我甲你咒惨吼，你就死过年哦。这足趣味，但是其实伊是咧讲即个植物的特性。伫即个原住民内底吼，台东的卑南族的是皮乌嘛吼，因为迄个祭典的时阵，巫师是用伊的叶啊，即个花，甲你片啊画一个安尼。伫迄个阿美族的原住民内底吼，伊是用即个可能啊花开花做春天来啊，所以因为伊即个花开什么，开始我会当去用鱼藤去掠鱼啊。伊的叶啊吼，甲伊煮水吼，会当伫即个皮肤边，所以原住民其实是对即个植物很足善用的，所以伊是原生的树种。溪水慢慢啊流，水中的可能花看看走，每日思念紫色的花草。南风豆豆啊吹，定斗的玉兰芳韵韵啊飞。爱伊的纯情，为伊痴迷。金风汹汹来扫，山顶的枫仔叶直直流。袂腐朽，都好好嗷嗷。冷风阵阵咧透，岭顶的梅花影影吼，碰袂着，都互风抬走。天公伯啊，时间敢要卖？停一下，爱偌济？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婉老师写诗，洪昭文吟诗，涂妙仪讲解自然文史，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去继续空中再会。